龍應台，台灣嘅時間唔多了，和平嘅呼籲定係爭議嘅引線？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最近喺台灣同國際間鬧得沸沸揚揚嘅一篇文章。龍應台喺紐約時報發表嘅台灣嘅時間不多了 ，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。呢篇文章係4月1日刊登嘅，恰逢愚人節，標題一出就頗為聳動，隨後被台灣媒體廣泛轉載，比如聯合報同亞洲週刊都做咗詳細報導。文章一發布，唔單止喺島內掀起熱議，仲引嚟正反兩極嘅評論。有人稱讚佢洞察時局，有人則質疑佢立場曖昧。作為一個中意傾時事嘅評論家，我今日就嚟帶大家梳理一下龍應台嘅觀點，再睇下批評者嘅聲音，最後以一個抽離嘅視角傾下我嘅諗法。如果你亦都對呢一類話題感興趣，唔好忘記點個讚、訂閱頻道，我哋一齊嚟輕鬆傾下呢一場風波。龍應台點樣講和平係民主嘅根基？先講下龍應台呢篇文章嘅核心啦。佢從美國特朗普政府對烏克蘭嘅態度切入，提醒台灣可能會被美國棄子，因為特朗普可能為咗討好北京而喺兩岸問題上妥協。佢提到，台灣幾十年嚟依賴美國嘅保護，形成咗某種虛假嘅安全感，導致政壇同民眾冇能夠認真思考點樣同中國大陸和平共處。佢覺得，眼下特朗普似乎不顧民主價值，拋棄盟友，台灣得趕緊展開全民對話，揾到喺可接受條件下同對岸和平相處嘅路子，而唔係坐等大國決定命運。佢仲批評咗現任總統賴清德，話佢製造恐懼、挑起對抗，把兩岸關係拉返冷戰時期，甚至話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，俾佢諗起小時候戒嚴時代嘅緊張氛圍。佢認為賴清德嘅做法有問題，因為台灣唔能夠再指望美國撐腰。文章最後，佢警告話特朗普同習近平可能好快會面，參考烏克蘭嘅例子，台灣有被交易掉嘅風險。總結起嚟，佢嘅意思係冇和平，民主亦保唔住，台灣得靠自己揾出路。聽起上嚟，龍應台好似係企喺一個憂心台灣未來嘅角度，語氣懇切，文筆都好動人。但呢篇文章一出，馬上就有人跳出嚟反駁，覺得佢講得冇咁簡單。批評者嘅聲音，投降主義仲係認知戰。先嚟睇睇第一種批評意見，有人直接點名龍應台引用嘅數據有問題。佢喺文中提到一個受台灣大學生歡迎嘅線上平台喺3月初做嘅非正式民調，話大多數受訪者喺中國攻台嘅時候選擇投降，而唔係抵抗。呢個數據聽住幾震撼，但細查發現呢個其實係嚟自 D 卡一個台灣年輕人愛用嘅匿名論壇。呢個投票確實存在，大約1.2萬人參與，73%選咗投降。可係呢一種匿名問卷冇乜嘢科學性，連基本抽樣都傾唔上。更有意思嘅係，呢個民調喺台灣主流媒體幾乎冇人提，反而被中國嘅軍事網紅同大公報等親共媒體炒得火熱，仲話佢可信度高。批評者質疑 D 卡早就被 NHK 報導過有中共認知戰滲透，龍應台點會攞呢一種來源當證據？佢係冇查清楚定係故意唔講？另一位批評者則從佢嘅立場落手，覺得呢篇文章有投降主義嘅味道。比如有人攞伊索寓言狼與羊狼嚟到比喻，狼假裝同羊談和平，要求羊交出看守嘅狗，結果羊一妥協就被食掉。批評者話，中國日日派軍機軍艦威脅台灣，卻要台灣放下戒心談和解。龍應台嘅論調好似係喺度幫狼說話，佢一直強調和平，但冇講清楚和平嘅代價係乜嘢。唔通係接受一國兩制？睇下香港嘅下場，邊個仲信呢個？仲有佢批賴清德製造恐懼，但標題台灣嘅時間唔多啦，唔亦都喺度嚇人咩？有人甚至懷疑呢個同中共對台嘅疑美論同和平牌好似啦，好似出口轉內銷嘅認知戰。我嘅閒聊睇法，中間觀察，兩邊諗下。聽到呢度，我都講龍應台呢篇文章確實寫得好有感染力，佢對台灣民主嘅關心亦都睇得出嚟。但批評者嘅擔憂亦都唔係冇道理。先講嗰個 D 卡民調吧。作為一個常睇網路數據嘅人，我覺得呢一種匿名投票頂多算個話題討論，攞嚟當論述支撐確實單薄咗啲。
龍應台係資深作家，應該知道呢類數據嘅局限性。佢冇交代來源，難免讓人覺得有啲草率。再話佢嘅和平主張，我挺能夠理解佢想避免衝突嘅心情。畢竟邊個唔想要和平呢？但問題係和平唔係單方面喊喊就能夠嚟㗎。中國嘅態度大家都睇在眼裏，軍事壓力從沒停過。佢話要全民對話，呢個諗法唔錯，可冇講清楚底線喺邊，難免讓人擔心係咪喺度暗示妥協。批評者提到嘅狼與羊，比喻雖然誇張，但亦都提醒我哋和平唔能夠只係靠一方嘅善意。至於疑美論，佢確實將美國靠唔住呢點講得好重，特別攞烏克蘭當例子。但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亦都唔係一日兩日嘅事，而家就斷言會被拋棄，會唔會太早下結論？調翻轉題睇，佢對中國嘅侵略意圖卻輕輕帶過，呢個平衡感讓人摸唔住頭緒。總的嚟講，我覺得龍應台係想拋出一個警醒，等台灣好好諗下未來，呢個初衷冇問題。但佢嘅論述有啲地方企唔住腳，又容易被解讀成偏向某種立場，難怪會惹嚟爭議。台灣嘅處境確實複雜，需要討論，但呢種討論應該更全面、更實在，唔能夠只係停喺感性呼籲上。好啦，今日就傾到呢度。龍應台呢篇文章，你覺得係真知灼見定係暗藏玄機？台灣該點樣走？係堅守立場定係尋求和解？歡迎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。如果你鍾意呢一種輕鬆又深度嘅閒聊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